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4，撒母耳記下卷22章7節安尼講：我佇患難中求救耶和華，我求救我的上帝。伊對天耳聽我的聲，我的求救入伊的耳孔。三甲來祈禱，聽阮佇患難中求救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看顧阮、保護阮、扶持阮的真活上帝。你用智慧創造天地萬物，你用權能治理天下萬邦。你用慈愛看顧世間萬有。主啊，你予人受競選，來領受你的賜福，閣將百般的恩典賞賜阮。主啊，阮要深深獻上感謝。主啊，阮佇逐樣的苦難中，你伸手拯救阮；阮佇濟濟的困境中，你開路引帶阮。主啊，每一天求你賞賜阮屬天的平安甲歡喜，因為阮佇患難中求救你，阮求救阮的上帝。你對天耳聽阮的聲，阮的求救入你的耳孔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